今晚試住呢間維也納酒店，佢係羅湖口岸店。我跟住入去大堂影下個大堂俾你睇先。喺呢度做登記，登記完就搭 lift 上房啦。我今晚 book 咗係2人房1.8米床嘅，入去俾大家睇下先。影下個廁所先啊！廁所都係基本配套啦，淋浴間，跟住出嚟呢啲都係茶水位置。張床都幾大，如果2個人住，我覺得夠，因為1.5米咧就比較窄啲，1.8米就 OK。環境都 OK 啦，電視機、櫃，呢度有張長梳化俾你挨下唞下，書台啦。咁佢呢個位置咧就係望落去邊度咧？哦，呢個位置望大街啊，望大街啊！咁都幾開揚，係啦。我今次係經高德地圖訂呢間酒店嘅，我訂嘅時候係10月頭訂，仲係去國內嘅假期黃金週啊，所以啲價錢咧都比較高啲。平時訂係320蚊大約啦，今次係訂咗360蚊嘅。我今次係訂咗1.8米床嘅2人房，咁去到 check in 嘅時候，個小姐好好啦，同我 upgrade 咗1.8米房嘅商務房。個地方都好大，好舒服啊，好正啊！如果中意呢段片嘅朋友，請幫忙分享、讚好、訂閱，多謝晒。